这人怎么这么没素质？飞得更高。哎呦，好香啊！我都数得吃了，哇，太香啦！地上飞的是什么？哎呦我的妈！站在山坡上，悠哉向下望。我是最大的太阳，只管把你照亮。站在山坡上，悠哉向下望。我是最大的太阳，只管把你照亮。怀孕了？渣男？没有，就是老板儿买摊儿，一共是19块8啊，给20的，不用找了哈，直接当小费。老板儿，那个客人给了2角钱当小费。行，你把2角钱找过。老板儿，他就把2角钱小费要回去了。老板儿，帮你们。喂，宝贝啊！哎，冉磊，你咋着？我还在和丽丽两个吃饭，你最近心情好点没得嘛？哎呦，心情好得很了，刚才叫他老板摆嘛，刚没事啊。妈妈呀！我刚看到你女儿搀上他男娃儿，爷爷今儿晚上吃啥子？哎呀！哎呦我的妈！